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，点芒仔香就斟酌，盐深700度恐惊会导火。天气热，芒仔变出人，真侪人会点芒仔香来赶网。过去就捌发生过，伫困的时阵点芒仔香转火烧厝，因为这个点到的芒仔香盐深的温度高达700度，若去遇到较好导火的材质，就会烧起来咯。点芒仔香要安怎来防火灾呢？讲互乡亲知。气温一悬，蚊仔就来加，足侪人会点蚊仔香。虽然蚊仔走远远会当一暝困到天光，但是其中稳重危机。台中代替宿舍大火，可能就是家友点蚊仔香2年烧5摆，还佫有家己的透天厝，厝主甲机车加油，无小心淹到边仔点到的蚊仔香，唔通看小小的火尔，就感觉无要紧哦。火源小，大家觉得它的热源没有那么足够，可是其实它只要接触到可燃物，在它蓄热足够的时间之后，都可能就是引起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火灾。点到的蚊仔香火焰中心温度差不多是700度左右，敢若是表面的温度有200到300度，那拄到较会烧起来物件，就可能引起火灾。所以其实在使用的时候要尽量避免接触可燃物。那其实在盛装它的时候，要尽量使用金属的一个物质的东西去做一个承载。咱还有一个观念，就是人离火熄，人离开的时阵，就甲蚊仔香灭掉。上好是香头会当用水冲一下，加一个动作较安全。